主后2025年8月2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用文字待人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撒母耳记下卷》第9章第1节到13节。现代第一版圣经《撒母耳记下卷》第9章。大卫问讲：扫罗的家还有甚物人留地？我要因为约拿单的缘故，好款待伊。扫罗的家有一个仆人叫做西巴，人叫伊去大卫遐。王就问伊：你是西巴是无？伊应讲：你的仆人就是。王讲：扫罗的家还剩几个人？我通将上帝恩赐予伊。西巴对王讲：约拿单还有一个囝，伊的双骹拢歹。王问伊伫倒位，西巴应王讲：伊伫罗底巴，住伫阿米利的囝马吉因兜。大卫王就派人去马吉因兜甲带来。扫罗的孙约拿单的囝米非波设来见大卫，拍落去拜伊。大卫讲：米非波设，伊应讲：你的仆人伫遮。大卫讲：毋免惊，我一定要因为你的老爸约拿单的缘故，好款待你，将你阿公扫罗的残垣拢还你，嘛要互你常常甲我做伙食。米非波设搁拍地拜伊讲：你的仆人算甚物？我不过亲像一只死狗，你竟然安尼照顾我。王叫扫罗的仆人西巴来，甲伊讲：我已经将扫罗甲伊家族所有的财产，拢互你的主人的孙。你甲你的囝、你的仆人，着甲伊种作，带残垣所出产的，互你的主人的孙有物通食。你主人的孙米非波设会常常甲我做伙食。西巴有15个囝，20个仆人。西巴对王讲：我的主，我的王吩咐的，你的仆人拢会照安尼做。所以米非波设就甲王做伙食，亲像王的囝共款。米非波设有一个细汉囝叫做米迦。西巴因兜所有人拢做米非波设的仆人。米非波设两骹拢歹，住伫耶路撒冷，常常甲王做伙食。用文字待人。人甲人之间只要有纷争，也是对立，往往真好化解。也有家族的人因为一言不合，从此对立，无来无往，甚至延续到伫子孙。总是圣经中却有无同的范例，就是大卫成做以色列王了后，愿意善待捌压迫伊的扫罗家族的子孙。大卫甲扫罗原本是敌对状态，但是大卫带念伊甲扫罗的囝约拿单的情谊，愿意用慈爱对待扫罗家的子孙。因为上主的应允，大卫建立的王朝逐渐上轨道。当国家局势平稳了后，大卫想起扫罗家，毋知还有其他的人活着无？伊要向上主喜乐，用慈爱款待因。当大卫知影约拿单的囝双腿残废的米非波设还活着，就甲扫罗家族原有的产业交予米非波设，搁时常邀请伊做伙食饭。对以色列人来讲，做伙食饭代表关系亲密、地位平等。对米非波设来讲，这无疑无是一大惊喜甲安慰。大卫做以色列王以后，扫罗家族深惊大卫事后清算，拢惊甲密藏起来。但是大卫以宽大的胸怀接纳
捌做对敌的扫罗家，因为伊捌咒詛会保留扫罗的后代。当大卫确实信守承诺，对商人的角度来看，朝代转换了后，掌权者多半会斩草除根，以绝后患。大卫却用另外一种无同的方式来对待前王的子孙。这毋简单，因为大卫是守约的人，也因为伊甲约拿单有亲好的交情。大卫领受上帝主爱的带领，伊也将主爱施展伫别人，尤其是伫约拿单的囝米非波设的身上。圣经特别讲到米非波设的双骹残废，这若像暗示伊是微不足道的人，因为残废者伫当当时的社会是无价值的，就算生点王室，也得袂到应有的地位。总是大卫却善待行路摆骹的米非波设，佮要求扫罗家的仆人西巴爱侍奉这个主人。大卫毋简单要求保留扫罗后代子孙的性命，佮邀请伊甲王同桌食饭，提高伊的地位。转来咱的生活中，当咱看到家族信徒之间的离婚，也是到老死也无搁再往来的情况，愿咱会当重新转来上帝面前，思想咱对上帝领受的恩典甲慈爱有偌深。咱检测无亲像大卫是在上位者，但是咱也亲像米非波设，检视也对上主领受慈爱甲恩典嘛。咱所会当回应的，不过是接受恩典的赏赐。耶稣捌对门徒讲：我互恁一条新的诫命，恁着三听。照我听恁安尼，恁嘛着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会对这来知恁是我的门徒。咱爱时常用温慈三款待，才当真正活出门徒的样式。默想，若我捌甲别人袂合，就无搁再往来。我愿意超找和解的机会，学习用温慈三款待，活出上帝喜悦的样式。若我捌甲别人袂合，就无搁再往来。我愿意超找和解的机会，学习用温慈三款待，活出上帝喜悦的样式。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求你保守我，我会当以温慈对待别人。当我甲人冲突、身心受创的时，求你无互羞愤甲愤怒占据我的心，反倒是互你的疼充满，互我学习大卫，以温慈待人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